来到屏东客家庄，乃路看得到棉花板店，北洋下、太树下乃就有棉花板做的贡献客家饮食文化度的平民美食。喺屏东客家8乡镇度，就至少有120間棉花板店。我等一片唔按到半条，我哋有啲规定上咁样的棉花板，因为整出来只是像棉花一样嘅。然后听见讲，以真是好食，而且以几多乡镇的地方，以米同完全冇同样。我喜欢吃棉花板，尤其那个棉花板那个炸嘅葱头，佢有时节吼，唔用我出去地杯，只用出去到要打饼啊，古来时间撇到嗰个米丝吼，唔到会引流下来。棉花板喺屏东吼，嗰啲特殊嗰個以大洲都提賣，可能早晨頭新店都提賣，伊賣人行咯都係提富圈做些鋼鐵嘅人，伊一大洲最後愛去西洋棉花板養有提的，吼伊個店咯，嗰度店咯都大洲賣到東珠都冇賣，到安布頭冇賣。冇唔錯，嗰度店價填出唔前講就開始無限嘅意義嘅。屏東新邊也嘅棉花板店，兩公婆打造出分工合作，頭家用準備材料炸蔥頭，頭家整棉花板，就睇店方現場製作。頭家該收落嘅囤菜類米漿，倒到鐵托盤度，由均勻過後，讓到滾水度整熟，專業嘅工法按做漂棉花板。一下被煙開不歸，少少會拍煙底下，係一地下拍嘅棉花板真好誒。屯邊多個量18倍嘅棉花板，用鐵做當鋪好嘅拍布控，紮做3紮，再個切做適當嘅大細，就係一般大家看到嘅棉花板呢。那差不多都要7點半嚟㗎，唔會去。你多點開始做？我覺得5點啊，5點半5點。那爸爸都8點嚟嘅。哦。佢年紀都靚啦，沒有。快差不多都2分鐘做完咗。頭家當一路對田唔前講，見重複動作，做出一地又一地嘅棉花板。雖然好事好工，我頭家以相當嚴格嘅惡腦，路田邊起嚟辛苦。是你嘢啊！伊講有車做啦，好好啦，我實在啦，唔免用啦，當然咯。冇眼冇限，眼你奶今年都成10嘢，嗰次嘢，你做咁冇人呢？看看你都做嘅你。時間能早晨6點半，就有人客批到香米，而來食早點嘅。以往香噴噴嘅棉花板殼，用嘅竹竿、肉片，還有貴太熟嘅蔥頭牛肉，準備而本人客食飽來。家鄉嘅米橋當然進來就長一長啦，喺邊吼量食也比量較多，係啊，哦，較多啦就從細時到大啊，冇迄個嘿。個米絲有用係冇香用冇？有啦，我哋啲用緊嘅嘛，用緊嘅蔥頭啊，掉去嘛，讓傾向嘅嘛，讓包向嘅其實都會用。雖然沒有那個外面賣的那麼 Q 啊，但是它是比較純粹是用米做的哈，比較有那個米的口味。這個湯頭真的不錯了，湯頭真的是不錯，真材實料。頭家強調用料食材，還有對新鮮食材嘅堅持，人客當然食得出來。我不用防腐劑，冇嘛的呀，就一天現料就賣完就好。都連一條料，皮料一條中開，就喺早晨天做嘅。攏早先做先做嘅。
唔好安尼隔片的，唔好夹伊的啦。如果你先做先卖，卖还是卖。顺轮台基线来到嘉东乡长隆村，路睇神农庙的对面有一间唔大人的小店诶，喺冬天早晨空起来做事嘅人食东西嘅蔬菜，同样也係搶買到當主嘅。一間傳承3台嘅麵包板店，都一下還係堅持用小菜貨為態做，做出傳統風味嘅麵包板。最貼切都係你而家話用小菜味。現在講嚟講，小菜味啊，保本好啊，做出來東西好些啊，他個人都按你講啦，嗰種人哋個貼片都係頭擺人哋沒用嚟做，人頭擺用嘅小籠統咧，點啊？嘢做冇咁樣嘢，頭擺人哋都小籠統小機師，啊，用但係個後來一個籠統冇嘅，那個貴小菜。比一般的人還要辛苦啦。就是我們還要準備木材，還要去那個甚至現在的話，我們幾乎都是跟木材行買了，他再過來給我們還要再鋸。對阿美蘇巷傳下來嘅傳統風味，本該當年下見上門講古，差唔多如係歸屬嘅嘢老祖古，又該到鹹氣黃色食到太嘢咗。這口感吧，比較有那個彈性。不像一般的板條爛的，應該比較有味道吧？比較 Q 啊！比較 Q， 味道不一樣，比較有那個古早味，吃起來不一樣。攏關係啊，攏食下啦，口味食下啦。伊這都早因咧組團咧，就落來迄落啊口味啊，大部分攏會下啦。我第一年已經啊，台灣家熟客。都蠻細佢先食，如果都阿婆阿爸呢，但係細擺喺嚟食啊，食他都幾啱睇。做得本人下見多種來食，天草有意貼貼的蔬菜，一隻嘅天無相同嘅關鍵就係配料，因為嘉東用鹽海，麵包板也攞嘅其他6類種子無嘅海鮮味。像我哋吼，我哋北向地方嘅嘉東上喺味，我哋一客家地方喺臨海嘅，嗰時候伊就冇有一些海草啦，吼，一啲蔥啊，就是所謂的 tuna 鮪魚，也還有一些嘅以前我用虱目魚吼去做嗰種東西。咁我哋喺長隆嘅地方會有一些我哋嘅蚵啊，嗰時候伊就會加一些海鮮在喺人哋麵包板地方，嗰時候伊嘅麵包板唔會按油，但是佢香。也係慢慢進傳落嚟做嘅方式有嘛？感覺講國家呢料頭啊，他感覺個免多個營養啦。以前一陣嘅唔免營個種就嘅係咪？而家講做西啊，嗰邊可安尼個有營養啊，營養個有啊啦。啊，米湯嘛個好啦。比較特別是它還有加一些海鮮。對，這比較美。那你覺得像這種就是板條加海鮮，你覺得搭嗎？可以啊，蠻搭的，蠻鮮的。同樣喺鹽客街道嘅麵包板店，呢部嘅麵包板配料係紅蔥頭加膠肉起煲，嗰樣嘅米絲同樣係本人食得唔低飽。除咗麵包板之外，呢部嘅米糍粑韓國係貼片。會加頭邊豚豬幫嘅強下煮，做得講係呢部嘅冷油嘅貼片米絲。頭尾上菜傳下來啊，頭尾上菜做都有安尼料嘅啊。呢部嘅鹽是按呢條米哦。按老闆都冇用，老闆都冇用安尼啦。多數人按老祖王才會。台灣門還有一間傳承嚟4台嘅老麵包板店，挨嘅附近有該牛嘅老絲米，同店行嘅擺設重複附近，每間店嘅本然有老絲嘅感覺，同一般嘅店家冇相同，也就係用嘅各種嘅圖案來做麵包板，令人下嘅視覺享受如古到位。
香酥美食之外，還做得看到老頭家用佢熟絡嘅刀法來切面趴板，佢精準嘅手法，本人看嚟都會講很厲害。講起佢時節，你開始買，話全部那啲要話冇人買，將那啲最早，本牙公吼牙妹牙先嘅氣態，將我見過75年啦，我細細都開始做嘅。啊，你拍60人年了哦。19歲都開始聽阿妹做啊。每間店嘅都有自家嘅特色，每間人好食嘅口味也無相同。牛面趴板滷味夠肉，蔥頭也掉了頭，就係屏東客家種面趴板共同嘅好美食。有曾經訪問過一個老師啦，哈，伊講哈，做乜嘅面趴板對客人來講，佢重要，因為哈面趴板哈幾快做。嗰種以前面趴板哈，咱兩種人，一個滷肉人家，一個係평人，咱吃得到。好，嗰種其他慢慢的變成面趴板，變成一個貴珍貴嘅一個東西。嗰種以前講，我哋搶是板的哦，就表示講，其實係對你個貴好嘅一種對待。一下面趴板已經變做個普遍嘅客家美食咧，越推廣並提客家種街頭好名嘅平民美食。屏東縣客家事務處特別記錄寫作文史出版專書，希望打響屏東面趴板嘅名聲。菜天嘅美食哈，菜天嘅面趴板店，除了菜天地以外，我哋其實應該要透過一些方法來幫所有人來了解啦哈，包括講我哋出版書哈，嗰個呢我哋透過電台來廣播廣告。另外呢，我哋也辦法通，嚇，我哋也愛呢個大海自行查套也專用套，我哋開始嚇來企嘅時間，我哋都向大家介紹面趴板嘅特色嚇，都結合嘅愛旅行來推銷嚇，所以我哋用也媒體，用我哋出版。用我哋嘅菜天嘅一種法通來同大家講。嗰度屏東嘅客人都會講，家鄉嘅面趴板能好食，其他蔬菜嘅都唔合格。小碌碌嘅面趴板唔係點心，係主食。韓國係安慰使用優質嘅幸福美食，頭擺搶菜天然地質嘅家鄉味，漢擺無天錯，又會變做外地遊客知名天錯愛食嘅名山哦。